嗱，嗰啲想玩烈馬嘅朋友仔咧，其實仲有一個更加有個性而且性價比唔錯嘅選擇啊，就係 Jeep 嘅呢個角鬥士啦。咁啊，亦即係牧馬人嘅皮卡版。咁但係而家呢批車咧，全部都係帶呢個旅居手續嘅，亦即係話冇呢個報廢期啊，亦唔會限行啊。咁至於價錢喎，咁啊數車咧就係30萬出頭少少。咁當然呢個價錢咧就唔帶仿箱嘅，亦唔包改車啊。因為呢隻咁嘅角鬥士有兩隻公告嘅，一個咧就係原廠胎，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改裝嘅37胎。咁啊，我覺得咧角鬥士係冇可能玩呢個數車嘅，醜到爆炸。如果你想慳時嘅話咧，就可以直接買車廂已經改好咗嘅，咁大概係38萬左右。咁當然我更加建議你自己去改完之後再去上牌嘅，因為啲件咧肯定會更加之靚啦，亦更加符合你自己嘅需求啊。咁至於仿箱方面嘅話咧，上牌或者年審嘅時候去租就 OK 啦，冇必要嘥錢啦。最後仲有一樣嘢要講嘅就係佢哋係庫存車嚟嘅，但係引擎咧就係原汁原味嘅3.6自吸啊。咁規格方面咧就會比普通嘅牧馬人或者係國產嘅烈馬4缸機咧係要高嘅。